如果你係一隻可以調校溫度嘅造型嘅，一般嘅頭髮都可以將溫度調校到170至到190度左右。呢個溫度嘅差距可以按你嘅髮質同埋髮量去改變嘅。但係如果你係漂過又比較受損嘅髮質，咁溫度就要降低到120度至到150度左右，咁樣先可以保護頭髮，避免受到過熱嘅傷害。我係有漂過 highlight 嘅頭髮，所以我平時都會用低溫嚟到造型。低溫滑行嘅時候就要慢啲，咁溫度先會有效傳咗落去頭髮，夾到嘅頭髮就會有光澤同埋柔順噶啦。咁亦都係因為溫度唔高，咁造型嘅時候慢一啲都冇所謂啦。我而家用緊一個正反嘅技術咧，去做一個水波紋再外去嘅感覺。呢個造型嘅秘訣咧，就係你每滑行一次嘅時候，你都要停一停去做冷卻，咁樣先可以令到每一個屈咧就會持久啲，同埋個髮型可以 hold 得耐啲嘅。至於劉海嘅部分咧，我就會做一個 C 字嘅內彎。咁你另外一隻手咧可以扶住隻夾，等你滑行嘅時候可以再穩定啲嘅。嗱，全個造型咧我都係用140度嘅低溫去操作㗎。咁最後咧你可以落翻啲 wax 啦，咁去找翻一啲你中意嘅感覺。咁就完成晒成個造型㗎啦。好啦，我準備去返工啦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拜拜。